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以色列公加萨是又搁崩歹一间病院，巴勒斯坦的红新月会就表示讲，以色列是要要求因撤离，不过内底有一寡病人根本就无法度刷叮当。另外，在当地民生局势嘛愈来愈乱，是有9,000人走去抢联合国的窗口。加沙卫生部就表示，当地死亡的人数是已经超过8,000人啊，多数拢是妇女甲囡仔。这份救援物资的卡车慢慢开入加沙南部一间病院的停车场，为顶礼拜5接受10台卡车运作物资，而到继续卡车载运物资到位。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批33台卡车是到即马为止上大批的物资进入加沙。只是联合国表示，在加沙真一间仓库，互人创入夺取物资，反倒当地公共秩序开始崩盘。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people in Gaza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The levels of desperation, their frustration, their fear, their concern. They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ight siege for more than 3 weeks. Bombardments continu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加沙民众无奈表示，若毋是欠食欠水，也未去抢物资。加沙卫生部表示，战争到即马已经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未成年的囡仔。以色列对加沙一间主要病院周边展开猛烈轰炸，造成病院建筑物损坏。以色列阁要求病院进行撤离。We don't have the means to evacuate Al-Quds Hospital. We have over 400 patients who are inside the hospital.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vacuating them means killing them. That's why we refuse the evacuation order. 一个医师指出，加沙病院的医护全工拢在工作，医疗特别崩盘，而且同时也断气。若未马上提供援助，死亡人数会欠悬。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以下冲突造成全世界犹太人甲穆斯林对立。罗西亚一个自治区达吉斯坦共和国内底大概是穆斯林较济。当地有人听讲，有以色列航班要降落伫因遐，就撞入去机场闹代志，不得已这机场就要暂时关起来。迄个时阵是有6个别人去互掠起来。真侪民众摕到巴勒斯坦的旗啊、拿花、真主时代拿甲航口玻璃窗拆掉，走入去达吉斯坦的首都马哈奇卡拉机场。因伫航口内底四界走，拄着人就问讲以色列人伫倒位，惊到要死的机场员工甲伊讲，办公室内底无以色列人，遮的暴徒规气冲到飞机跑道去找人，甚至到机场外口去查客机的车辆。遮的疯狂的做法必须当局随即将机场关起来。另外，宗教领袖也出面来谴责。Т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акци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 искренне говорю, вы ошибаетесь. Таким путем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решается. 位伫国家所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小俄罗斯联邦，民众超过8成是回教徒，真侪人不满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造成将近8,000人死亡。礼拜部分民众听讲有一个以色列航班的降落当地机场，真侪人就去示威。达吉斯坦内政部讲，即阵已经有60人互抓起来。达吉斯坦领袖拜伊也去机场关心，强调会严厉来惩罚暴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保护以色列公民甲犹太人。也来根据及时的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礼拜开始有一架红色航空的航班对特拉维夫起飞，伫当地时间暗时7点，加紧降落伫马哈奇卡拉。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国会今日宣布国际维吾尔论坛。日本、加拿大、捷克等国家的议员甲学者是做伙讨论要安怎应对中国侵害维吾尔的人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心脏病过身，不过因的官方媒体却是报道真少。北岸的天安门禁止通行，大学取消户外活动，处理的态度真冷淡。英国《Times》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去向亚航空接受中国花费2000多万的英镑，和代票10亿，研究 AI 和行动网络等正敏感技术。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下冲突引起反犹太气氛。美国康奈尔大学内底犹太中心，恐惊会变作攻击的目标，已经受到真侪恐吓批。上尾是《华盛顿邮报》，
美国前总统川普惊甲法院的工作人员未歹听话，北起罚款15000块美金，有关误解。这阵法官是改下禁言令。顶礼拜美国有真侪慢性疾活动，不过算嘛发生几两件枪杀案。缅因州造成18人死亡的案件，凶手是已经去互发现啊，死伫咧树林内底。另外，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亚特兰大校区附近，有3个人着枪。福州有枪杀案，造成2个人死亡，18人着伤。美国缅因州路尔斯顿市枪击事件发生2天了后，几名为大规模的受害者收眉。这件枪击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美国缅因州州长米尔斯证实，40岁嫌疑人卡德伫树林内底，互发现的时阵已经身亡。警方伫附近地区发现伊弹掉的车辆，不过记者透露，伫车内发现有偌济枪支甲刑符，也当咧调查杀人的动机。It just seems crazy that he's not here today. What a life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s terrible. 嫌疑人卡德伫25暗犯下美国今年以来上大规模的枪击事件。27，美国当局确认受害者的身份是位70多岁的一对翁仔某，甲一名甲父亲同齐互杀害14岁查甫囡仔。根据调查，卡德是一名陆军后备役士官，伫今年的热天，捌因为幻听，第一站进入一间卫生机构接受精神疾病治疗。另外，29有4个人伫乔治亚州立大学亚特兰大校区附近遭到枪击，其中2个人是学生。警方表示，3名受害者情况稳定，1个人情况危急，当咧抢救。有看到人表示，迄当时2方面的人讲话袂合，就去冤家所传出枪声。警方记者透露，暂时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也伫当地时间29暗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迄当时有超过100人伫街路为万圣节狂欢，所以也因为冤家演变做枪击案件。这场事件拢总造成一名14岁的少年，甲一名22岁查甫人死亡，18人受伤，紧急送医。警方已经逮捕一名22岁嫌犯菲利普，搁伫现场找到2支枪，目前当咧调查，敢是抑有其他的枪手涉案。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我来看印度的社会消息，南部的卡拉拉邦是有基督教的集会，会场内底连续3个所在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30多个人受烫伤。另外，安德拉邦礼拜暗时受2架火车烧弄，至少有10个人死亡。一片乌麻麻当中，大家用手机电火勉强照明，救出更较侪受困在车厢受伤的人。印度安德拉邦拜日暗时，一个客运火车因为电车线断去，暂时停伫铁轨路等待救援。是未到后，这快车对撞，历时30车厢败北。印度铁路今年6月才多发生10多年来上惨重的列车烧弄事故，原因疑似是后期故障，造成超过280人死亡。拜日的事故发生了后，当地政府除了加派人力紧急救援，也初步研判的烧弄原因是人为疏失，可能伤亡人数会增加。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拜日发生连环爆炸案，基督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在举行3天的开业报道大会。凶险的爆炸第一时间至少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烫伤送医。My sister is in ICU. My aunt is in casualty. My sister has got legs. 在超过2000人参加的集会顶端，有人引爆简单的炸弹，将来3个地点连续爆炸，警方高度戒备。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hows it is a IED device, and we are examining it. At this stage, I cannot tell anything. Only after investigation, I can confirm you the details. 耶和华见证人在印度差不多6万个信徒，用每一户传福音出名，是内部纷争或者是恐怖主义引起爆炸。当局目前在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美国加州有一间新创公司研发出一款新技术，是用石灰石来吸收二氧化碳。5万到2030年的时阵，一年就会当消除10亿吨的二氧化碳。咱做伙来看。加州新创公司 NM 将天然石灰石变做新奇的收集桶海绵，
方法是先将石灰石碳酸钙底下喙高温烧，分解做二氧化碳甲氧化钙，二氧化碳封存伫涂骹底，氧化钙搁加水成做氢氧化钙，就变做吸附二氧化碳的粉啊，放伫薄薄的盘啊，对制造成条仔形，真紧就会甲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变回石灰石。自然界需要几啊年完成的过程，只要3天就会当做到。平均每立方公尺会当去除50吨二氧化碳，而且重复同款的做法，就会当一直循环吸碳，将碳储存到土骹底，也是固化伫暗毛土中变作建材。Carbon removal is the closest thing we have to a time machine. What happens that limestone has a natural property that is thirsty for CO2 in the air. The problem is that it's kind of slow. What we do, what Heirloom is really about, is giving it superpowers so we can suck up more carbon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would. We can do it in 100 times faster. 业者表示，地球的石灰石含量充足、继续俗，而且土骹底会当储存碳的空间真大，会当容纳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石灰石收集碳是对抗气候变迁、减少碳排的有效方式，也设定到2035年，当年为大气中去除10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It may be a drop in the ocean, but we need to massively scale carbon removal to billions of tons of CO2 to complement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ays we need to remove somewhere in the billions of tons of CO2 removal per year. 不过也有人质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直接收集碳，就像大海火箭，效率不如为工厂烟筒收集碳。另外，业者也面对石油甲天然气优势团体的剽掠控诉，因表示解决气候变迁无慢研究，只会当为拍破现状一步一脚印做起。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法国明年开始喷爱强制分开回收。法国有一间回收公司专门宣传这项新政策，是派马车出去载喷。黎巴嫩市中心差不多8公里的城镇斯坦，有一只马油车慢慢行伫街路，引起民众的好奇。伊头路都是收集居民的喷，以控制数年，法国要强制规定，喷是必要的粪扫分离项目。这喷可能比上一笔焚化炉烧掉，或者是当作土地肥料用来让土地较肥。所以，这间回收公司才选择用吸纳的方式，让大家注意。Déjà, c'est écologique et c'est un moyen de communication et de sensibilisation. Parce que, en fait, du coup, quand les gens nous aperçoivent dans le quartier, en gros, ils nous regardent, ils se demandent tiens, pourquoi il y a un cheval, qu'est-ce qu'il fait ici, enfin, pourquoi il est là. Et c'est à ce moment-là, en fait, qu'on va expliquer aux gens qu'on collecte les déchets alimentaires pour les valoriser, qu'il y a des bornes dans le quartier où les gens peuvent apporter donc, leurs déchets alimentaires, donc qu'ils ont ce système-là parce qu'ils ne sont parfois pas au courant. 业者表示，用马车收喷的工作维持3年了，也已经看到明显的差别。有愈来愈多人开始了解回收意义，佮加入回收喷的行列。法国是欧洲上早推出粪扫分类制度的国家之一。早伫1884年，巴黎政府就规定所有街路爱护公共粪扫桶，了后慢慢实行粪扫分类制度，而且法律规定，居民若无照粪扫分类来评的原则，会被罚钱。业者也表示，分类应该自细汉教起，为晓都袂凊彩浪费。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万圣节毋那济大人囡仔会装作妖魔鬼怪，为民众嘛甲因的动物伴做造型。毋过兽医师就提醒讲，要注意莫去介着动物伴行动，嘛要注意莫甲因吓惊着。这款猫狗身躯顶拢有装扮，穿的衫也一领比一领较水。10月底是西方传统的节庆万圣节，真侪人毋那是家己装扮，也替家己厝内猫狗变鬼变怪。Estamos disfrazada con la temática de la familia Adams. Ella es una merlina. Bueno, ya se quitó la peluca que le había puesto porque ya está un poco fastidiada. Y yo me disfrazaba de Morticia. 要安怎替赤赤条的猫狗装扮？除了衫的布料穿起来爱舒适，设计时阵也要注意。莫去甲因冻掉的，互因看无歹行路。树林塑化或者是脆片的装饰物上好是卖，过来就是要顾着因的心情。When he's in his costume, he may be happy and okay with that. If he's not, then maybe having him go trick-or-treating in his birthday suit might be a little bit better for him.
专家也讲，带宠物出门参加万圣节活动时阵，爱伫咧因的身躯顶有明显的标记，以免行无去。而且伫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四界拢有正恐怖的物件，可能会互你的猫狗去惊到。所以，若是因无法度接受，上好踮伫咧厝内卖出去。People dress up, they look scary, they look different, even though they may know that person, they look different to them. So not every animal should be going outside going trick or treating. 因若万圣节恁兜的宠物留伫咧厝内，也记得外口吵吵闹闹，甲一日两的门铃的声音，看有啥物办法甲因扎起来，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对一寡宠物来讲，这才是上好的过节的方式。公司新闻牛眼编辑。越南有一个本地学建筑的艺术家，伊利用伊空间的概念，一点一点圆圆啊拄，用羊仔毛做出立体动物造型。咱一回来看。先伫纸顶头画动物的形态表情，按照图片，结果来用针尖一点一点扭出想要伫的造型。越南的艺术家用羊毛剪化的原理，做出外形正形的狗或者是猫的作品，予主人留作纪念。Mang lại thu nhập cho mình thì nó còn mang lại cho mình là nó giúp mình cảm nhận mọi thứ sâu sắc hơn, cũng như là luyện cho mình cái tính kiên nhẫn, kiên trì trong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Tại vì là hiện tại giờ mọi người thì đang rất nhanh, tức là mọi thứ xung quanh xảy ra rất nhanh, thì công việc này nó làm cho mình cảm thấy chậm lại, kết nối được sâu sắc hơn với bản thân mình, cũng như là这位越南的艺术家，伊是学建筑的，利用所学的建筑空间概念，让伊的作品更加有立体感。另外，伊还先问主人，宠物的特征，抑个你的感受，有啥物特別的故事，让作品除了看起來生氣外，會讓更加有感情。 Lúc em vừa mới nhận được sản phẩm thì em cảm giác rất là bất ngờ, bởi vì không thể nghĩ được là một tác phẩm làm bằng len nó lại giống thật như thế, và em thấy được cái hồn của chú mèo thông qua đôi mắt, thông qua những cái chi tiết như là cái mũi này, cái râu này, cảm giác nó rất là thật, như là chú mèo được sống lại. Mình treo cái tác phẩm này ở trong phòng ngủ của mình để nó nhắc nhớ cho mình về một cái cách sống, đó chính là luôn cho đi một cái tình cảm vô điều kiện, như là những bạn thú cưng vẫn luôn hàng ngày làm công việc đấy với mỗi người chúng ta. 做一种仿真宠物的羊毛剪作品，介绍无俗，自几落百块到上万块拢有，是依照宠物身躯顶花色复杂的程度、大细只，抑个形态来做调整。有主人讲，猫的寿命只敢若10几年，也毋过这种作品，互伊的宠物敢若佫活起来共款。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